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醫道鹽之傳承，我係 Eric。對我過往嘅經歷有興趣嘅朋友，可以睇返我寫嗰本書。喺接返上一期視頻講老人痴呆症個案之前呢，我就先講一下循環辯證。其實循環辯證呢係我之前寫嘅一套電腦系統，我而家呢只不過係將佢文字化分享俾各位。所謂循環呢，即係流動。氣血要流動，先可以將食物所得嘅營養帶到五臟六腑乃至全身。五臟精華充足嘅人呢，先會健康長壽。倘若氣血堵塞呢，人就會開始唔舒服。氣血堵塞嚴重呢，就會生成腫瘤硬塊。唔同程度嘅堵塞呢，有唔同嘅治療方法。循環辯證呢，就係用嚟釐定治療嘅策略。用循環辯證區分病人，可以將治療流程系統化，制定長期性嘅治療策略，選擇相對應嘅方劑。我打個比方，例如老人痴呆症屬第一部分，呢類病人基本上唔會有太陽經症，同埋虛弱嘅病人唔可以發汗驅邪外出，所以第一部分嘅方劑呢，就唔會有桂枝湯、葛根湯、麻黃湯嗰類發汗嘅方劑。呢部分嘅病人治療思路側重於重建先天後天之本。第二部分嘅病人多數係婦科病、肝病，長期性治療策略就係疏肝理氣補血，重建後天之本。第三部分就係腸胃病，主要溫通中焦，增強消化功能。每一部分都有特定嘅治療策略。皮膚濕疹屬第四部分，不過有幾種治療方法。分類咗病人之後，就開始分析數據。例如第一部分嘅病人，數據來自驗血報告、病人嘅個人資訊、最近7日嘅血壓、心率、體溫，之後就係四診望聞問切，確定病機之後呢，就開處方，最後就給予飲食建議。我講明先啦，後生仔傷風感冒，你唔好問人哋拎驗血報告，淨係癌症啊、紅斑狼瘡嗰類咁嘅患疾先需要驗血報告嘅啫。呢個係循環辯證嘅核心意義，病症一定要依據經典仔細分析過，用數據支持結論先開立處方，唔可以斷估論治。而家呢張表格簡單寫咗我分析驗血報告嘅 logic， 呢啲 logic 係我揾病人反覆試藥驗證過，例如高血壓呢，係揾我阿媽試嘅，而家俾大家睇一睇。用驗血報告可以推理出身體當下嘅體質，尤其是睇下病人缺咗啲咩維生素。好多病一開始都係營養吸收出問題，當營養缺乏就要查下消化道出咗咩問題，同病人嘅飲食習慣。下集先詳細再講。我當年設計循環辯證呢個系統係為咗利用現代醫療科技，用指數去精確推理病情。我唔想中醫辯證論治變咗斷估論治。大家要有一個概念，人體血脈不通，身體裏面五臟嘅精華過度消耗，五行之間失去平衡，人就會開始病。2020年之後呢，10個病人7個帶住外感嚟求醫，無論佢嘅訴求係乜嘢，首先要醫好佢嘅外感。今日講嘅循環辯證第一部分呢，就係腎陽溫詢、腎精化氣，就係由腎開始構思治療策略，同時調理其餘臟腑。大家繼續聽落去呢，就會明白老人痴呆症、老人家冇記性係點樣形成嘅。腎精係生命嘅基礎物質，喺腎陽嘅溫詢下化為元氣，並藉三焦油網輸布全身，推動全身機能運作。元氣係身體最根本嘅動力，你可以當元氣呢樣嘢係電，電壓唔穩定，你嘅電器就會窒下或者死機。歸屬於循環辯證第一部分嘅病人，全部都係比較重嘅病症，比如老人痴呆症、第3、第4期癌症、中風、心臟病、腎衰竭等等。你數得出嘅大病，全部都係歸屬呢個部分，因為久病必波及腎，所以第一部分嘅病人，佢哋嘅腎功能都係差嘅。命門火呢樣嘢係生命嘅原動力。呢道火咧一弱咗，氣血就會跟住變少，機能開始變差。軍火嘅根咧係命門火，當命門火弱咗啦，心能量唔夠，跳得唔夠快，唔夠力，溫度唔夠熱，咁流入心臟嗰啲淤血、血脂咪化唔到咯。淤血累積喺經脈內臟，咪變癌腫瘤咯。所以癌症要先醫心臟，醫心臟先要醫腎。
大家可以留意下啲媒體成日講某啲食物抗癌，其實嗰啲食物全部都係熱性食物嚟嘅，因為淤血癌細胞怕熱。仲有大家有機會再留意下，癌症初期嘅人咧好怕熱嘅，開咗冷氣都要吹風扇，但係手腳又冰冷喎。呢啲咧都係陽氣往外跑嘅現象。陽氣呢樣嘢唔怕多，最緊要固守。各位可以留意下啲學生咧，夏天30幾度都可以着住件外套周街走嘅，因為佢哋陽氣足咧，啲陽氣就唔會往外跑。體虛嘅人咧，因為陽不顧陰啊嘛，所以咧就特別怕熱，特別容易出汗，一出汗就會頭暈嘅。頭暈係因為血虛啊，因為汗血同源，所以咧容易出汗嘅人咧，你一睇就可以判定佢係陽虛。另外，心唔夠熱，小腸當然唔夠力吸收營養啦。命門火係心火嘅根，咁大家可以由此推理出腎唔夠能量，心就唔夠熱咯。跟住咧，肝脾肺都會出現功能性嘅問題，之後出現嘅症狀咧就會千變萬化啦。老祖宗話：治病必求於本，大家診症一定要根據《黃帝內經》裏面嘅 logic 嚟推理，唔好一見人咳就寫中式咳藥水俾病人。循環辯證第一部分嘅病人咧，好多都已經到咗陰陽相虛嘅地步啦。你一碗藥咧用20克製負片咧，佢哋都唔會有乜大反應嘅。唔同年青人啊，年青人因為咧佢陽氣足，抵抗力好啊嘛。你用少少行氣化濕藥咧，佢哋都可以發燒引邪外出。附子呢樣嘢用嚟醫婦科病咧，就要好小心啦，因為好容易就會搞到血崩嘅。呢方面咧，我到咗講婦科嘅時候咧，就會分享我嘅經驗俾各位。好，大家睇經文。我開始分析一個病症之前咧，都會參考《黃帝內經》相關嘅經文嘅。第一段明顯話骨絡係腎負責嘅。第二段我理解為腦水由骨髓補充，骨髓由飲食補充。第三、第四意思都係話要補充骨髓靠腎精。但係命門火唔足夠嘅話，腎精氣化唔到，慢慢就骨質疏鬆，進一步就係老人痴呆。腎精靠脾胃運化嘅水谷精微補充，消化系統正常，骨髓就充足。事實上，其他臟腑都有佢哋嘅協調角色嘅，好似小腸負責消化吸收，心臟夠力，小腸先可以發揮功能。《黃帝內經》裏面話，大腦係水之海，元神之府。大腦要有足夠嘅能量咧，先可以處理信息，發出指令咧，去調控全身嘅生理活動同埋精神情感嘅。你可以當大腦呢樣嘢咧係電腦底板嗰粒 CPU 啦。啲老人家咧，因為腦水唔夠咧，所以有啲連表情都唔會有噶啦。關於診症步驟，今日咧就只係講生理參數點樣用，下集開始講婦科咧，先會講埋其他嗰啲。長期病患可以用生理參數嚟評估病情嘅好壞，而家嘅智能手錶咧有晒上述嘅參數，尤其對女士咧係非常有用嘅。因為我以前咧同黃醫師一齊診症，女士問題比較多，的而且確咧佢哋嘅體質咧係特別容易改變嘅。譬如今日陽虛體質，飲幾日藥之後咧就會變咗陰虛火旺，跟住咧就會不停咁 WhatsApp 我啦。但係單憑描述咧，我好難判斷到發生咩事嘅。但如果加埋血壓啊、心跳、心電圖數據呢啲數據咁樣咧，就可以即時判斷停藥或者改處方啦。所有重症我都會要求病人早晚做記錄。另外，你亦可以透過數據咧，知道病人做咗啲咩傻事。例如有啲為咗慳錢唔食飯，呢類病人唔食一餐血壓都會好低。又例如病人飯後血壓升得好高，咁就要暫時改用補血虛處方。呢個 concept 係我透過觀察病人嘅生理數據而得出嚟嘅。因此，中醫需要系統化、數據化先可以靈活準確治療。有啲老人血壓日間正常，夜晚或者天氣惡劣嘅時候會出現高血壓。原因咧係有太陽嘅時候陽氣充足，能夠輔助身體嘅陽氣運行。陽虛嘅時候血管會收縮，大家要注意下呢一點。體溫呢個數據除咗判定寒熱之外咧，仲係病人身體恢復嘅重要指標。例如之前佢平均體溫唔足35度嘅，治療咗一段時間之後咧，而家平均體溫35.5度，咁就表示身體往好嘅方向發展。心率過慢代表虛寒，如果心率過快，同時脈搏又細又快，即係血虛、陰虛火旺。
脈發嘅原因咧係供應主要器官嘅血氧唔夠，所以心臟加速運作。脈細係因為血管裡面嘅血唔夠。EGC 心電圖呢個幾好用，靜態情況下睇下脈搏係強定或弱，睇下有冇心律不正，有嘅話咧可以順便幫病人體質分類，咁處方咧就開得準確啦。大概有4類體質會出現心律不正，大家可以參考下個表格。第一類氣血雙虛，冇記性係特點，個人冇咩反應，冇咩表情嘅。第二類心陽不振，怕凍，氣短，講嘢冇厘神氣，後生女見唔少。第三種陰虛火旺，陰虛火旺用扶陽溫補劑唔係太適合，有啲案例飲咗藥之後咧會自動出汗頭暈嘅，滋陰清熱咧又會陽虛。遲啲講婦科嗰陣咧，我會再同大家分享我嘅處理方法。第四類水氣凝心，呢個脈象咧係沉弦嘅，肝病嘅脈咧係弦滑有力，脾氣通常都係暴躁嘅。睇到病人個神態、語氣、態度就會分到㗎啦。水氣凝心咧，尤其是會作嘔，一定先用經方嘅苓桂術甘湯溫陽化飲去治療。跟住之後咧，再用附子乾薑、大壯元陽加強下焦水液代謝。記住呢個體質一開始絕對不能夠用滋陰補藥。另外，我會要求病人記錄每餐嘅飲食，因為如果病人每餐都係餅乾杯麵嘅話咧，營養唔夠，氣血化身無緣，咁樣同放棄治療有咩分別呢？好，而家開始講返上一集嗰5條處方嘅用法。第一條處方係我經常用來調理中焦，佢另外一個功能咧係抗感冒，因為新冠肺炎之後咧實在太多感冒嘅個案啦。呢條處方貴之係君藥，個原理咧係打通中焦，恢復身體氣血嘅生化功能，增強體力同埋抵抗力。張表格我寫得好清楚㗎啦，大家慢慢讀。有一點要記住，身體大部分嘅抵抗力咧係來自消化系統，消化道功能減弱，脾臟運化無力，氣血嘅製造咧就會發生障礙，濕氣慢慢積累導致機能衰退，之後體質變差，經常感冒疲勞，最後咧出現嘅症狀就會千變萬化。今日就同大家下一個定義：治虛必先治脾胃。虛弱嘅病人特別多虛熱，唔好一見虛熱就急不及待滋陰清熱，先打通佢中焦，恢復升清降濁，上下循環嘅功能恢復之後咧，熱症就會消失㗎啦。臨床上嘅案例咧，10個病人未必有一個係實熱㗎，大多數都係浮熱、真寒假熱。後生仔同小朋友先會多真實嘅熱症。大家仲要記住，開處方一定要先謹慎分析病情，搞清楚藥性，唔好背書照抄處方，人命嚟㗎。我啲報告會將診斷、處方思路寫得好清楚，陰陽寒熱虛實有數據支持，病人將生命交到你哋手上，就唔好辜負佢哋。大家都注意一點，我盡量咧就唔會用黨參、人參呢類藥材嘅，因為新冠肺炎之後咧感冒嘅人多咗，黨參、人參呢類咧係外表嘅藥，所以咧我會盡量避免使用。第二條處方主力係補腦水，大家記住，氣為血髓，氣能生血。除咗精血可以護化之外咧，陰陽都可以互相轉化，但前提係身體要有足夠嘅能量。呢條處方濟附片係君藥，用量係其他藥材嘅2倍多啲。桂枝和生薑嘅用量係其他藥材嘅 1.8 倍。一碗藥嚟講，附子落15至20克，桂枝9克，生薑9至12克，隻甘草3克，其他藥材大概6克。病人胃口正常的話咧，地黃多少少可以，一日飲2碗都可以。胃口唔好的話咧，地黃減1半。病人冇胃口就直接用處方1，唔好俾佢食呢個處方。呢方面咧要同病人家屬好好溝通。呢條就係我治療老人痴呆症嘅核心處方。呢條處方除咗可以強化氣血、重建先天後天之本外咧，改一改仲可以用嚟治療腦腫瘤。腦瘤係實症，太滋膩嘅藥材咧會阻礙溫通效果，因此要將熟地黃刪除，換成3半夏、厚朴。記住，腦瘤嘅病機咧係清陽不升、濁陰不降，必須按體質微調處方推動氣機運行，唔好死背處方。例如病人前額頭痛，就可以用白芷砂仁將陽明胃氣往下拉，用厚朴將肺氣往下拉。而
以上咧就係對陽虛陰寒耐性失智嘅病人嘅關鍵治療思路啦。處方3係我對年老病人經常用嘅處方，呢條處方係《傷寒論》裏面嘅黃芪五物湯嘅加減方，用嚟治療老人家常見嘅肢體麻木、疼痛無力。好多婦女手腕痛啊、手指關節痛、韌帶受傷唔嚴重嘅話咧，都可以用嘅。不過咧就要根據情況調整。病人覺得麻嘅原因咧係因為血虛，覺得痛嘅原因咧係經脈堵塞。如果要增加溫通效果嘅話咧，地黃咧就要剔除。藥方要跟隨症狀加減，千祈唔好死背處方。呢條處方主要嘅功用咧就係補氣血、壯元陽、填腎精、和營胃。總之病人出現痹症、身體麻木、肢體麻木就可以即刻用㗎啦。肢體麻木本來就係中風嘅預兆，因為中風大部分都係屬於氣血雙虛。處方4係當歸四逆湯嘅加減方，我將通草換成咗附子。只要你聽到病人話隻腳扯住痛，由 pat pat 痛到小腿，咁就可以用㗎啦。呢個症狀咧係老人家感冒常見嘅，因為身體差，外感嘅時候咧唔會出現太陽經症、陽明經症、少陰經症。身體陽氣充足，先會出現三陽經症狀。太陽經、少陰經互為表裏，長期病患長者咧，因為陽虛，一有外感咧就會直中少陰。我個人最常見就係當歸四逆湯症、麻黃附子細辛湯症同埋四逆湯症。呢4條處方係用嚟養血、散寒、溫通經脈、桂枝通脈、細辛深入經絡，散寒力好強噶，一齊用咧就可以驅散經脈裏面嘅寒邪。附子呢度嘅作用咧就係溫補陽氣，同埋幫助驅散深入臟腑經絡骨髓嘅沉寒。處方5咧，當你一見到個病人發冷、瞓到唔醒、脈搏咧幾乎摸唔到嘅，就可以用噶啦。另外，長者感冒腹瀉咧，好多時都係四逆湯症，症狀又係發冷、瞓到唔醒，脈搏咧一定又係幾乎摸唔到嘅。感冒周身關節痛咧，就用附子湯嘅加減。嗱，我喺度講明先啦，後生仔感冒周身骨痛咧，你就唔好即刻開個附子湯俾佢啦，因為呢啲附子湯咧係俾陰陽雙虛或者陽虛嘅人用嘅。好，我總結下呢5條處方嘅用法啊。處方1咧就平時朝早飲嘅，處方2咧就太陽落山前飲嘅。如果胃口好嘅話咧，就處方2可以一日飲2次；如果冇胃口嘅，就飲2次處方1。處方3咧就腳麻痹飲嘅，處方4、5咧就隨住症狀嚟使用嘅。病人如果食完飯之後咧血壓急升嘅話咧，就要先補一補血虛。另外咧，仲要叫病人戒口牛奶啊、生果啊、餅乾杯麵啊、高加工嘅食物咧，全部都唔好食。中華五術山醫命相卜五術同源，咁卜同埋相咧，我唔會講。其餘嗰2樣咧，當有需要嘅時候咧，我都會講。例如葉脹病醫唔好，點樣用紫微斗數去睇佢嘅疾厄宮會唔會有陰煞俾化忌沖起？又或者夫妻不育啊，咁點樣用紫微斗數去睇佢嘅子女宮？用子女宮嚟睇下佢呢一世有冇子女嘅緣。好，節目差唔多到尾聲啦。我除咗會講傳統嘅扶陽溫通、引火歸元之外咧，我仲會講我另一個絕技陰陽互化。點樣扶陽而不傷陰血，滋陰而不損陽氣？我呢張安眠湯處方又叫聚神湯，君藥咧係治肝治陽嘅黑附片，佢係我治療失眠嘅首選方。聽起嚟咧就好似好瘋狂，用呢啲咁陽咁熱嘅藥咧嚟治療失眠，但咧事實咧真係有效。要心靜神安，一定要先補精血，否則咧神氣持續性耗散，點醫都冇用。我之前長期失眠啊，冇咩人比我更清楚呢一點。呢張處方唔單止係我個人健康嘅轉折點，更加係循環辯證治療體系嘅起點。扶陽咧只係我嘅手段，我整個治療思想嘅底層邏輯咧，其實係圍繞住血嚟展開嘅。呢個處方嘅原理咧，我就留返將來教我嘅學生，但各位觀眾朋友都可以喺留言區分享下閣下嘅見解。下一集咧，我就會開始講婦科病，因為婦科病咧就比較複雜同埋變化多，所以咧就請各位耐心等待。
喺下集再見，拜拜。